一定要差不多半個小時就給它攪拌一次，讓它裡面這個骨頭裡面的骨髓掉出來，然後再跟那個湯溶解，它湯就會白。邊轉湯勺邊講解，老闆王新凡大方分享湯頭濃郁的美味關鍵，不依靠化學湯粉美味速成，而是靠着爐火慢熬，將美味一點一點濃縮累積，最後才能端上桌。它的湯頭跟別人不一樣，我喜歡喝他們的那個麻辣，因為我喜歡吃辣。那他們那個辣，你喝下去，你不會覺得口乾。很多的湯底啊，他们现在都是用調味包，你就會發現說他們的湯底是真的就是真材實料下去煮。我們是沒有用湯粉，就用新鮮的大骨，然後就用最原始的方式而已，就只有2種原料，就是水跟大骨這樣子。对，然後用時間去換取它的湯頭。對，時間換取美味。對。早期曾在知名川菜餐廳學習，創業後將所學融會貫通。王新凡以香料、中藥材等調配麻辣湯頭，經過一次次不斷的努力，終於釋出讓他滿意的味道，也讓不少消費者從學生時代一直支持到步入社會。大概這邊已經吃了20幾年，應該有20年吧，對啊。然後食物就是覺得食材很新鮮，然後最主要它的鴨血，就是很嫩。我的那個嘴是很挑，那他們的餃類就是真的都是純手工，就是像魚餃啦、燕餃、魚冊那些。那像有些別家店說什麼他們的餃類是手工，可是你吃下去，光看吃下去那個你就知道，其實那也不是纯手工。蚵啊、螃蟹、蝦子都很豐富，而且很新鮮。這間我已經吃了那個快10次。當兵結束之後，有到台南之前蠻有名的單點的一間那個麻辣火鍋店工作過，然後我就延續他們的湯頭，自己去調配。慶祝20週年，業者特別推出全時段優惠，要來感謝消費者20年來持續不斷的支持。我們終於20歲了，所以我們這次推出了9折的優惠。那即日起就是如果直接來我們店的話，到12月31號周一到周五平日，我們有享有9折的優惠折扣。王新凡與黃宇姿夫妻倆表示，未來除了持續守住湯頭品質，也會提供更豐富多元的選擇，讓老顧客吃得安心，新顧客也能感受到這份對美味的用心與堅持。台南新聞張秀維採訪報道。